继续来看5.2抗了后，政府的新团队就位，总统赖清德一团接一团接见到外宾的访问团，一天就接8团。台湾甲国际交流的同时，嘛寻求两化稳定发展。但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再度发出着声明，讲中国的居民甲学生未当到台湾游览甲读册，完全是因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无促进两化交流的真心。民进党的立委是来回击讲，真正阻碍交流的毋是台湾。总统赖清德接见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翁阿某的访问团，台湾并国际外交嘛走找两岸稳定发展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昨暝搁一摆发声明，讲中国人学生未当去台湾旅游读册，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的指示。台湾地区领导人阁讲，两边对等，促进两岸交流交往的真心实意是无影的代志。我觉得他们选错题目了，就开放陆生来台。片面的去关闭这个门的是中国，大陆观光客也是一样，我们都率先宣布我们开放，但是是中方迟迟不开放，所以如果这两个题材，我想中国应该好好回去检视自己的政策，就等他们的开放作为。We are ready。由于强调台湾早就已经准备好势，就看中国敢会当共款释出善意。前总统马英九嘛提议爱拿过这阵先进各轨对用台，爱代表政府讲清楚两岸路线。不管两岸以及相关内政、民生、能源以及所有人民关系的议题，我们都会提出。2020后，县政府就定会，不管两岸或者是国际交流，行政院长对因台已经准备好势，嘛伫咧上任第3天头一摆公开接见外宾，和新加坡前国会议长阿杜拉辩会，强化经贸发展。新加坡是台湾在2023年最大的外资来源国。总共在台湾的投资达到22.8亿的美元，而且贵国也是台湾在东南亚投资最多的，也有达到24.4亿美元。台湾加强经贸论性，嘛深化和国际合作，希望伫咧讲一个时刻，和中国进一步对等交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